我想也是大有靠，答应，加心答应你啦！用兵行。大哥啊，人讲南条甲北条拢嘛同款一条，嘛同款是食饭甲穿衫的。我看你答应好啦，免让阮这兄弟仔伫遐受苦，互阮加活2年啊啦。这里，答应啊！用兵行啊！想要快艰苦而死，你就赶紧答应啊！嘿，答应啦！也是好歹，唔答应就是唔答。我讲，哦，的确，我看你心肠外意，答应你了。所以那个死在团里啊，我叫你个出来。哎呦，你看现在这样子乱说。不要！你们做中心，就害阮五龙死啊！这我甲咱啊！哎呀！哎呀，你来啦！大哥啊，你看，赵大哥啊，赵大哥已经死啊，遐尔艰苦死，你敢真是忍心看阮两个甲伊同款，我就无爱死的了。哎呀！我不爱啊！哎呀！大哥，大哥，我看你都暂时先答应，等恁若放出来，要情势了，才搁破算。呀！环境实在哦，有人伤害我兄弟啊，命丧生。第世我也来不偿命，兄弟，生来的东西啊。现在就以照耀得到丢掉了人为国相哩，要死就当死，要死当死。我也干嘛你当鬼子了？我不爱死！大哥啊，我看你都先答应，以后再搁做安排。老求你。答应了。用黑行啊！
我答应，都会因为现在再互我怎么答应？公主，狄元帅，假使我来当水场中以及招玉互活起来，你就肯答应是？好，因两个若会当再互相，我就答应。来啊！好嘞。咱想要得，阮拢无安怎，我死，还袂死。阮无你，狄元帅，你的兄弟，我连去甲叮当着都无，遐会受刑的，拢是我帮伊使唤。怎样？分子一落千金，你袂后悔啦吼？要我答应，还佫一个条件，还佫有条件？你若是要叫我答应这件代志，你放走我众位兄弟，电销你的三观，我就答应。这较简单，我答应你。放我出去！你给我放出去！我叫绝对袂做这款代志，你给我放出去！杨太君，已经请你尊重圣旨，也到无存事情过。达官斩将，那论罪应当得死，而且为处救人，也到在平帮剿为驸马，那论罪才随地救助。不可能，我的囝伊绝对袂安尼做，伊无可能会安尼做。圣旨已经下来了，你和我带天家后死。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求你！求你！母亲，母亲。驸马，公主，驸马，你是伫咧烦恼啥物咧？无啊，我哪有伫烦恼什么呢？拄则我叫你几落声，你才听着。家己一个人愁眉不展，戆戆徛踮咧这个所在，你还佫讲你无烦恼？驸马，自从你招亲了后，我拢捌看过你笑，你到底是为什么？看你如此的模样，无危险阮的不救，无危险阮用毛球，无危险阮欠温柔。公
实的。这当然是真实的啊！哎呦，姑妈，你是怎样？无定拄只去互风感着，煞突然间头壳真痛。你头壳痛？哎，那袂较早讲的。你踮遐等，我来去摕药啊吼。啊，多谢公主。哎，老公，大哥，大哥啊，你找我正宫有啥物代志？啊，细声咧，我踮遮受人招亲，我真担心，毋知去连累到老太君也袂。要麻烦小弟，你倒转去三馆，甲我打听一个消息。哎呀，大哥，这你放心啦，我这条色分皮倒转来去哦，明仔透早我就来回复你的消息啦。啊，有劳贤弟啊！哎，有人来啊，我来去。迄是啥物人？啊，公主，无啊，我明明看到一个乌影啊！哪有咧？只是敢若我一个，哪有啥物乌影呢？哈？你免骗我，我拢知影。哈？你知影我所讲的话？啊，你是伫咧讲啥物？啊？无，我无讲啥物啊。姑妈，拄则迄条乌影，我虽然看无清楚，也毋过会当踮咧天空飞来走去的人，除了廖庆以外，还佫有啥物人呢？嗯？姑妈，我也知影你手足情深，所以讲，你嘛会用去定定招见恁五虎将，来到咱后宫，讲一寡恁兄弟的感情。真是嘞。是啊，姑妈，我既然嫁你为妻，恁兄弟是我，何必着苦守边关？多谢公主。我药我甲你摕来啊。啊，袂啊，我即马头壳袂痛，拢总好去啊。什么人啊？是小人老庆。是你。恁先退下。是。请去。谢大人，丁虎将毋是行了先生国，敢讲连环大人，你也袂相信阮元帅会做人？敢讲另有温情啊！无毋对，阮元帅是去互八宝公主所擒，迫不得已暂时才伫迄个先生国伫咧暂居住。果然不出老夫所料，老夫早就料想了。狄元帅毋是变节之人啊！是啊，阮狄元帅伊随时都准备找机会伫要逃走，只袂放心的，就是狄老太君。范大人，敢讲阮义庙狄太君，伊真是受到牵连啊！可恨王峰在皇上面前奏上，狄青伊犯了先生国，伊的老母应该受罪，现在家境伫咧天牢啊！什么？我母亲受连累，家境在天牢。是啊，
连累的苗亲啊，江河畔啊，得情的娘啊，对不干啊。我愿的体面啊，你受在人，七分两地啊，隔万山啊。安尼啊，也无亲啊，朋啊无啊。心烦躁，你不该受累啊，金天罗。辛苦不该将阮咬表嫂，不过是我行是为啊好，笑款辜负啊。做东游来，我是请你的亲啊你。阮囝在迄个伊房啊，是怎样我泪湿衣襟，心内担忧。阿娘，这实在太不应该，太不应该。放囡仔，青儿是我的亲生囝，伊身患国患，当然是会连累为娘，这哪有啥物唔对咧？大表，小婿愿你无顾一切，一定为你老大人家伸冤。老身好罪之有，现在我看你若是紧带回去，唔多若去互人发现着，是会增加恁的不利。我不爱走，我要留在这陪安娘。金銮，这是什么所在？你要哪会留踮在这咧？我不爱走，阿娘，我不爱走。大表，要无我留踮在这来伺候你老大人家。条件枉法事件，你若是紧走，紧带回我去。不爱走，我不爱走。小姐，孙是能带兵威下来啊！赶紧领走，要若无下官受罪难当。紧来走。阿娘，我一定要过来找你。安家。叩见孙大人。哦，原来是恁咯。哼，
就请在先生国招亲，追当本业。伊的老母是朝廷的要犯，任何人不准来探监。孙大人，我求你，阮阿娘年纪遮尔老啊，无人照顾哪会用的咧？我求你，我求你明女在此，伺候阮阿娘好。我阁甲恁交代一摆，任何人不准来探监，违令者一体同罪。是啥人讲袂用咧探监？孙秀参见，太后娘娘千秋。顺秀，探监的人一体同罪，是你讲的是？那安尼本后来探监，毋着安那犯着叛国之罪啊？太后，我只甲咱死讲讲了尔，当我无甲定罪啊啦。哼，料理也不敢，也毋赶紧甲我提去。是。靠近太后，金銮，紧起来！大嫂，你有要紧无？因是毋是甲对你虐待？托太后的护卫，一切拢真好。你放心，大嫂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天路。多谢太后。只是，恐惊的敢无遐尼容易。是为虾米？是为虾米啊？请你伫先生国招亲，做当叛国，我是伊的亲生老母，当然无可能通啊脱离这个关系。亲爹实在太不该。你不该贪荣华富贵，连累阿娘伫天牢底受苦。我认为青帝，伊绝对毋是迄种人，伊会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苦衷。大哥，这件代志竟然连累了老太君。敢讲你一点仔着急都要赶？大哥啊，伊若讲水查某吼，逐个人都爱啦，但是总嘛袂用个为着一个查某，连老母都无爱顾啊。但这有啥物通啊稀奇啦？哎哟，迄荣华富贵吼，逐个嘛拢买，迄毋免讲是伊啦，换做是我嘛是共款。啊，带车互人招做驸马，遮尔啊真荣华富贵咧，哈！啊，啥人想要转去中原，都要咧甘过。你，无啊，恁啊，恁讲话嘛较有站扎的。啊，大哥敢是迄种贪图富贵的人心？哼，大哥现在吼顾陪公主，啊，连要去争势的代志也拢无讲起啊，是安怎毋是迄款人？无啊，大哥你敢真是有影变安尼？各位贤弟啊！有为兄的心事，恁袂了解啊！母亲啊，毕竟怎不通相怀？荣华富贵岂在我眼内？我有苦痛无法离开。大哥到底有何苦衷？何不说出，大家好参详。义渺受累，自的命中，行宽关过难宽容。若无赶紧设法效果，是不堪嘛设想。大哥啊，你怎会放心搁待在其中？枉你一片忠心。
当初你是风子情世款，无准先仙哥，只会惹出麻烦。如今你总袂有伊连国事也不管，无亏你正是对伊公主流乱。大哥啊，当初你要互伊招做驸马的时阵，你有甲伊讲条件哦？啊，讲叫龙主，就封咱这兄弟啊，镇守踮迄个三关呢。阮逐个拢嘛以为讲这是你的计策，哪会知影较即马你连一点仔要走的意思都无？啊，你叫阮逐个哪会袂怀疑？既然这位兄弟袂当来了解我，不如我将着我心中的顾虑全部讲互恁听嘛。有啥物事？什么代志啊？啊，要交中贵咧。哎，若讲到迄个孟夫哦，酒若食，啥物代志拢毋知，即马毋知水位倒位去啊。安尼也是好，若无即件代志，我也真惊互知影，毋倒要甲我切割生计。种伊的地，五兄虽然伫咧遮招亲，无一工就伫咧想办法赶紧要来离开，因为我的困难就是金盔金甲搁三宝流落在公主的枪中，无金盔金甲是要安怎走呢？哈！你已经做翁仔某啊，伊盔甲甲宝贝拢还袂限你啊！哎哟，世间哪有即款遮尔袂相信翁婿的查某人啊？哼，真是气出你！我来去甲伊问。好听，我当伫咧讲的招中贵蒙夫，啊，你比我较蒙夫啊！无嘛。大哥啊，阮逐个拢嘛是为着你的啊。哎呀，根本你都毋捌什么嘛！大哥，我看这个代志，你赶紧想一个办法，自将盔甲啊甲宝贝甲伊夺倒转来啊！哎呀，哪个有啥物好办法？迄上好的办法哦，就是从偷的啦。啊，若偷袂着，就往家抢的。对咪？八宝公主伊武艺高强，聪明绝顶，你想要去顾家偷的，等于是自找麻烦。顾手的你是自找死路。有啊，大哥啊，若照你安尼讲起来，阮大家毋着即世人就安尼住喺即个神仙国遮做番工。对对。大哥，我看只有这个办法，假使若会死，嘛着爱将宝贝甲盔甲甲伊夺倒转来，离开这神仙国，继续前世啊！好，这时拢总甲我抓起来。公主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若我这会遮大脾气呢？有人要侵犯我帮，我当然生气。啊？这公主，你即马伫咧讲的话是什么意思？我袂明白。你是讲？驸马，我掠准讲你入罪我国，你的部属也完全拢归顺我帮了。想袂到你的部属也有人对我帮有疑心。这边哪会咧？大概是误会啊！误会。驸马，你的部属明定国，率领宋军数万名，避当咧白龙山，伫咧等待机会要来侵犯我帮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代志，免乃是误会咧。啊，原来公主你是伫咧讲明定国啊！驸马，即马父王已经下令了，命我率兵要来攻打白龙山。你讲这件代志，我是要怎样办呢？
哎呀，公主啊，这个代志何必你来伫忧烦呢？哈，只要你一声的交代，下官就命着我的兄弟一位，单枪匹马，唔免损军损将，就会用来去率号就一名将军，归降就我国啊！来，就现地，在命你即刻，赶紧告在别阳山，去率号就一名定国，叫伊来归顺就我国。哦，是，搁再叮咛你，你唔通袂记交代哈，是本岁的意思，传达互伊知影，叫伊唔通搁再做错啊。是，公主，好。林将军，你这是何意呢？哼，蒋玉，你已经归降先生国，既然还搁敢来见我，哼！哦，我是替元帅传达将命，来这要叫你归顺的啊。我面定国，死是大宋之人，死是大宋之鬼，岂肯刀口反绑？嗯。志气，也毋过。好啊，家话唔免讲，你吴虎将身受大宋俸禄，却贪生怕死，投降小国为臣，我明定国绝对袂做一种欺忠灭祖之事。明将军，为将者，你应该爱听随元帅的命令。既然元帅已经归顺先生国，你又何必坚持呢？我看。你也是爱投降啊！住口！赵玉，枉费身为驸马，既然讲出这种话，来人了！对，慢些，明将军，赶紧合体左右，我将有话要甲你讲啊！好，你先退下。是。我这次来，明是替先生国要来招降你，暗的是替元帅要来甲你传达将令。这是真实的。是，元帅爱你带这钦练三军，太平征西啊。赵玉，那恁元帅意思是叫我诈降？无错，唯有如此，先生国伊才袂阁带兵来征召你。你才会当在这安心勤练三军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平心平心，多谢龙主。明将军处处来降，拢是驸马的功劳啊！父王。驸马有处大功，理应加封。好，好，国王就封得清，为保国驸马。多谢父王。平心。父王啊，明将军虽然来投降，但是伊一向专长就是训练三军。不如父王，你派八守在白虎山，伊来为父王你训练兵力。你来呢？白虎山是甲大宋我国交界的要地，并伊八守敢是万无一失呢？好，遵照，遵照。多谢父王，明将军，我去领罪呀。多谢龙主。哈哈哈哈哈！请。请。啊，两位将军，来到我这个所在，唔知有何贵事吼？啊，贵事是无啦，就安尼啦。自从你归顺了后吼，阮真久拢无来甲你看，所以今仔日吼是专工来甲你看看的啦。是煞吼，要问讲有调停的消息啦无？哦，有啦，调停都有圣旨要狄元帅，我拄则咧烦恼，唔知要用啥物办法送互狄元帅呢？这毋较简单。阮兄弟来，你全咧交互阮，绝对送互元帅。
那就落安两位将军咯。无关系。调将红鸟送祖庙，挂水鸟表往西江，至今了邦里兵丁，愧对丞相已调调。大哥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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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阮有真要紧的代志要来找你的啦。有要紧的代志，朝廷有圣旨来了。你是讲皇上的圣旨？是啊，是明将军叫阮送来互你的圣旨。你讲一只。皇上，大哥啊，迄姓氏是写啥哈？皇上下旨，凭我威势，攻发西辽。西辽若是利用此性，将功抵罪，违抗性命，出刑不能宽待。哦，嘿嘿，大哥啊，若照安尼听起来吼，迄皇帝好亲像也无啥甲你受罚款哦吼。对，皇上既然下旨，可见伊无十分来伫咧怪罪，总算要一线的生机啊！大哥，若安尼吼，咱即时就爱偷走来去情势。无毋对，事既急不能拖延。现地，便你即刻搁在吉林关、正边关、安平关通知众将，然后搁在白杨山通知明将军，整顿人马，明日午后本岁赶到白杨山汇集众将。是。也毋过大哥啊，你的盔甲吼，甲一寡宝贝，拢要搁伫咧公主遐，安尼要安怎？这。一领银袍价千金，一针一线情意深，双袖碧叶翠绿荫。但愿夫君会出心。姑妈，我昨昏为你做的银炮，你看你有介意无？哎呀，小水才新颖，我无介意。姑妈，人专工为你做的银炮，你敢有看清楚是？都讲啥？来，我拄则说无详细看，我看较详细者。哇，哪会遮尔真水啊？有介意就对，多谢公主你的美意啊，我有介意。你有介意？是啊。无啊，你是介意这咱银炮倒一点？我介意这块料又油又软又温柔啊。哦，你敢无介意顶面绣的碧莹鸟色？哈？有碧莹鸟伫倒？好啊，咱莫看，我知你无介意啦。嘛安尼啦，公主啊，咱就生气安尼，你看，你找伊翘起来吼，搁较古锥呢。姑妈，就是讲，你到底是介意倒一款的嘛？你做你甲我讲无要紧啊，我会为你赶工方济。哎呀，我是讲，唔敢劳烦公主你啊。咱是夫妻，你哪会常常要对我遐尔客气咧？姑妈，
其实讲，我所做的代志，拢嘛是我心甘情愿。公主，看你近来人潇洒，为我心路心不安。只要吩咐我交办，大家为你不为难。你实在太好，太好了！公主美调令人惊，英雄难忘出亲情。为妾是君你该应，但愿夫妇巧盈盈。哈哈哈！公主，你的心意我非常的了解。你辛苦为我来伫咧做金炮，我实在真唔甘心来伫咧，互你这么真麻烦。其实讲，我也是，也是啥物咧？也是我卡的迄副金盔甲。哦，盔甲。公主啊，实在讲啦，迄副金盔甲是阮姑仔做我穿的，你知？自从石丁管败钱在你的手下了后，你一直甲我收起来藏，啊，拢唔还我。啊，其实讲，公主，你收迄个金盔甲是有啥物路用咧？倒不如啊。海你心，啊，姑妈，你要爱伫金龟甲，毋着早着甲我讲。你若早甲我讲，我着早害你。啊，你拢毋讲，害我囥到强要袂记。你踮咧遮等，我来去摕，吼。啊。姑妈，怎样？你迄双宝贝也要摕倒转去是？啊，无，是讲拄好看到啊，煞手遐摕来看看的啊，公主，啊，你若介意，我拢总送你。